議員蔡立青一透早就來到安寧區的吉比便當店，親自硬菜包便當，響應業者每個月固定舉辦的愛心便當發送活動。吉比便當負責人丁清吉、退休前前寧刑事小隊長，多年來在執行辦案的過程中，看到不少弱勢家庭生活困境。退休後重新找回勞資賽夢想創業，也將回饋社會理念，融入去事業經營。每個月號召善心人士募集愛心便當，幫助有需要家庭。集美超級大雞腿便當，讚讚讚！我們今天跟集美便當合作哈，他長期有在做愛心便當，然後每個月都是由我們地方大家集資，一個人贊助10個、20個，甚至100個便當，然後每個月持續在發放哈，然後透過我們的里長們在里內照顧這些低收入戶的民眾哈，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善舉很好，然後我們希望幫忙推廣，讓更多人都可以一起來做愛心，因為一個人一次10個便當、20個便當不會造成負擔，讓更多的人一起來種福田哦，讓這個活動可以持續永續的辦下去，這樣是最好的。我們再次謝謝我們最有愛心的集美，也是我們在地最有名的超級大雞腿便當。社會局副局長葉志明也特別到場頒發感謝狀，肯定愛心店家甲各界善心人士長期投入公益服務，凝聚社會力量，共同照顧弱勢族群，讓溫暖持續在社區傳播。集美超級大雞腿便當的善舉結合了很多我們在地的民眾來提供我們台南安南區弱勢的家庭的一個便當了其實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善舉，但是卻是一個善的循環的開始。我們台南市不僅是文化古都也是科技新城，但是呢，如果大家每一個角落都能夠對於我們的街頭巷尾裡面的比較弱勢的家庭能夠提供一個物資也好，或者一句話的鼓勵也好，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在台南市安全健康的成長。這次活動總共準備了300個愛心便當，將發送到大安、海淀、國安頂8個里，由各里里長以及志工協助送到有需要家庭手中。一份便當不只是吃飽，更承載着社會各界關懷和祝福。透過明代、業者以及志工的攜手合作，將愛心送到社區每一個角落，也讓更多弱勢家庭感受到來自社會溫暖和支持。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